中華文化博大精深，當中嘅繪畫藝術更加係影響世界。我呢就想了解多啲國畫嘅文化，所以今日就嚟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一個嶺南畫派嘅展覽。2025年，昔夕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教授誕辰120週年，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嶺南風範趙少昂誕辰120週年紀念展，展出大師上世紀30至90年代嘅作品。今次嘅展覽咧分咗3個主題啦，咁市民咧可以點樣透過展覽去了解到趙教授畢生嘅藝術歷程呢？咁我哋今次咧亦都精選咗120幅咧，由上世紀30年代去到90年代嘅作品啦。咁涵蓋咗趙少昂嘅花鳥、草叢、走獸同山水作品。咁今次呢個展覽啦，以多元角度啦、3大主題咧，俾觀眾一覽趙少昂嘅創作風華。咁包括咧師法自然嘅藝圖啦，咁展現咗趙少昂呢，佢去到秉承嶺南畫派啦、心思造化嘅傳統。咁一生遊歷嘅足跡咧，就用畫作呈現咗趙少昂喺1950年代以嚟啦，喺海外致力推廣嶺南藝術嘅足跡。咁去到最後咧，藝林有齊嘅交誼咧，就透過名師嘅畫作啦，咁就去講述咧趙少昂同藝壇之間嘅好友嘅故事。咁有冇邊啲作品咧係必睇嘅咧？咁包括咗咧呢一件展品就係嶺南春色啦，就用提絲同筆墨勾勒出春回大地嶺南地區嘅燦麗自然風光。咁畫面上咧，你都會見到一個姿態靈動嘅翠藍色羽毛雀鳥啦，凝望住盛放嘅木棉花。咁兩者咧喺色彩上都形成一個絕妙嘅對比。咁另一幅作品呢，就係呢一幅雙光素羽，畫中嘅白孔雀展現出極致優雅嘅姿態啦。咁趙少昂用咗精工細緻嘅線條勾勒羽毛，咁用咗寫意嘅筆法咧，描繪背景嘅樹幹啦，同埋銀杏樹。咁呢種兼工大寫嘅筆法啦，展現出畫家掌握兩種唔同筆法嘅深厚功力。另外咧，展覽亦都首次展出咗大師齊白石送贈俾趙少昂嘅群蝦圖啦，以及徐悲鴻送贈俾趙少昂嘅飲馬圖。咁其實呢兩幅作品咧，一路懸掛咗喺趙少昂嘅屋企啦。咁今次得到佢家人咧首次借出，咁機會亦都非常之難得嘅。博物館今次又重現咗80年代趙教授開嘅嶺南藝院開班授徒嘅實景啦，就係我哋身後呢一個，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當時授徒嘅情況係點樣㗎？47年、48年嚟到香港以後咧，後來個開始咧就建立咗、重建咗呢個嶺南藝院，開始教徒。而家呢個畫室呢個係佢62年嘅時候建立嘅。最長時間咧就喺太子道呢個，我哋嗰個時候咧就將佢嗰內部嗰啲嘢全部捐咗俾博物館。而家呢個畫室咧差唔多保持咗佢原嘅佈置。佢開班授徒咧1個禮拜咧次數比較多，主要咧針對咗不同嘅人士，乜嘢階層嘅人士，只要你肯學，佢就有個時間開班。其實咧佢一生咧最主要就話推廣藝術。即係嗰啲大嘅博物館、世界博物館咧，好少有咩咧收藏我哋中國畫嘅。咁所以佢覺得咧，就話我哋一定咧要我教多啲學生，咁可以咧去世界推廣啊嘛。受趙少昂教授嘅花鳥畫啟發，有藝術家仲將佢嘅花卉作品轉化為多媒體場景，帶觀眾走入大師嘅嶺南花世界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，趙少昂嘅花鳥畫係點樣啟發你創作呢個多媒體嘅展示嘅？我諗主要係來自佢其中一幅畫《嶺南春色》，佢當中入邊木棉入邊嘅顏色嘅層次嗰種豐富。另外有一種想法，希望喺 immersive 嗰度，我哋做一個空間，而當中入邊你置身其中入邊，你睇到佢好似模擬緊佢一路繪畫，就好似一個大自然嘅生長，一個好有生命力嘅感覺，從而希望觀眾可以感受到趙教授講緊大自然教導嗰樣嘢。大家想了解多啲大師嘅作品同藝術生涯，不妨可以參加香港文化博物館嘅免費特備節目，好似寫生工作坊、講座同導賞，都可以從唔同嘅角度去認識嶺南畫派。